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绵绵的台湾真爱，贺叶俊麟老先生70大寿。落雨的暗暝，异乡的港边，阮时常唱你的歌诗，你的歌，你的诗，介绍阮满腹的虚味。阮的细汉时，小小的年纪，虽然毋捌你，但是月光闪烁的暗暝，若唱你的淡水暮色，若唱你的旧情绵绵，会感觉趣味，感觉人生的欢喜。阮渐渐大汉，出外审问的时，看到异乡的船只来来去去，阮也是唱你的歌诗，放浪人生，再会夜都市。你的歌，你的诗，陪伴阮流浪的日子。如今，阮已经大汉，阮已经捌代志。若唱着悲情的声词，犹原不觉自泪滴。阮知影你写规千首的歌诗，拢是优美的台语诗，无输日本的西条八则。阮知影这件代志，伊代表的意义，亲像春潭吐丝。一丝一丝，一丝一丝，阮要追随你的脚步，写台湾味的台语歌诗，写出台湾人的悲情，写出台湾人的爱悲。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31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敬莲老师所带来绵绵的台湾真爱，和叶俊麟老先生70大寿。现在起咱邀请吴高芬老师来跟咱分享黄老师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心情。这首诗是黄老师伫1993年写的，发表伫《压杂的城市》这本诗集内底。内底伊讲到日本的西条八则，伊是一个日本的大诗人，伫日本无人毋捌伊。伊写歌诗也写到非常的多。这首诗最主要是黄老师伊对着咱台湾歌谣非常的有研究对着咱台湾在地作词家、作曲家，伊非常的注重。这首诗伫几当前伫咱文学馆有办一场，迄是黄敬莲老师甲施炳华教授共同策划就是纪念这叶俊麟老先生的纪念音乐会原来有来读这首诗，来怀念着这个叶俊麟老先生，所以。因为伊对台湾歌诗的疼惜伊用叶俊麟老先生迄阵伊拄70岁生日的时阵写出这首诗，除了祝贺伊也是写出讲伊疼惜咱台湾歌谣这个作词家也讲到叶俊麟老先生。当然迄阵伊介侪歌叶俊麟老先生伊写遮侪歌词，
有足侪拢是套日本曲，无毋对。啊，毋过伊要写出这个歌词，拢写到遮尔啊优美。叶俊麟老先生伊会甲因太太讲：我今仔日要坐车去倒位哦，我身躯无钱，你爱互我钱。伊讲啊，你要创啥？因为我要来佚佗，要来写歌词，要来写诗吼。这是一项介趣味的代志。啊，这件代志啊，我为迄个叶俊麟老先生伊的查某囝叶赛英小姐得到一个证实，确实有这种代志。这首诗的主角叶俊麟先生，是咱台湾流行歌界非常重要的一位作词家。接来去，咱邀请成大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对这首诗的体会甲感受。这首诗伊是咧写台湾流行歌创作歌词的这个诗人叶俊麟伊70岁时写这首诗来甲祝贺就对。一方面是祝贺，是这是咧写伊家己伫伊一生内底，咱这个黄敬年伊创作内面受这个叶俊麟的影响有够深安尼，所以伊会感觉讲，伊个人的感受开始就咧写讲，听伊的歌，读伊的词，就介绍伊满北的稀微安尼。了后才开始讲，从细汉开始，小小的年纪，伊就开始透过伊的歌词，会感觉人生的欢喜安尼。到大汉出外新闻的时候，伊若听到这个做叶俊麟的歌的时阵，伊感觉迄一个陪伴伊流浪的日子所唱的这歌词安尼。到大汉的时阵，伊已经捌代志这个时阵听已经毋是干那欢喜。感觉到已经是不共的珠泪滴，人生的苦楚，伫这诗内底，你拢感受到。上重点的是啥？就是讲到尾来讲，伊规清手的这种的歌诗的时阵，伊讲无输迄个日本的西条八十所以伊透过伊家己台语诗的创作，就是要来追随这个叶俊麟的脚步，伫遮。伊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肯定叶俊麟历史的地位，要来肯定伊历史的地位。换一个角度来讲，伊嘛希望伊家己本身会担这条台湾诗史内底，将家己放伫遮落实伫这个所在。这嘛是自我的一种的要求，安尼就对。黄敬年伊遮咧祝贺这个叶俊麟70岁生日叶俊麟是黄敬年伊本身非常尊敬的一个台湾歌诗的作词者。我过去拢甲当作伊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安尼。伊这诗人伊出世伫1921年这伫咱台湾的文学史内底，等于是做即骹斗出世的人，因拢是伫日本时代，所以因学的主要拢是日记，比如讲林兴泰陈千武那个吴永福、陈秀喜等等这些人，因这是台湾这个诗的发展史内底，拢讲因是下过语言的一代啦，实际上是互语言下过的一代啦。因主要拢是安怎按日文下过来中文、华语安尼。我捌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强调讲叶俊麟甲因无共款。环境是下过语言的一代，但是伊是直接按日文下过来台语、台文，伊毋免阁经过华语安尼。这点我感觉伊是甲因即辈下过语言一代诗人上界无共款的所在。伊所写的即个流行歌的歌词，嘛是一种诗，嘛袂输因遮我拄则讲的这诗人安尼。这点我是感觉讲叶俊麟。值得咱上界尊敬的，就是伫这个所在。落雨的暗暝，异乡的江边，阮时常唱你的歌诗。
你的歌，你的诗，介绍阮满腹的虚味。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敬莲老师写诗，吴家文老师讲解诗意，卢兴忠老师分享心情感受。咱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